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Leo 啊。今日咧過到拱口呢邊小區入邊帶大家睇一棟大別墅。成個小區啲別墅都好大氣嘅，邊一棟咧前邊都係有3個停車位。我哋今日睇嘅就係呢一棟毛坯，佔地咧係476個方，建築面積咧去到180個方。佢呢個位置咧，過去市場咧就喺小區門口，就係市場嚟嘅。過去購物廣場嗰啲咧，1000米唔到，幾分鐘行都可以行過去。我哋上到1樓，中空客廳、電梯位嗰啲都留好啦。想整喺呢個位置都可以，整喺呢邊都可以。佢成個別墅入邊咧係有9間房嘅，8個套間。如果你都對呢啲別墅感興趣嘅，評論區討論。